各位，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群眾事件，到而家已經演變成為高層嘅軍事對抗啦。咁究竟誰勝誰敗，暫時仲未知道嘅。咁今晚呢，我哋就將個討論嘅話題帶翻嚟香港。咁呢幾日呢，香港係有唔少嘅抗議同埋悼念行動，但係就出現咗一啲問題嘅。咁究竟喺目前嘅情況底下，香港人係應該點樣去處理翻香港本身嘅問題呢？星期日凌晨，北京發生軍隊屠城鎮壓，令到本港市民感到震驚同哀痛。全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喺星期日舉行嘅黑色大靜坐，就呼籲本港市民喺今日採取罷市、罷工、罷課嘅抗議行動。我哋響應北京學生喺佢哋被鎮壓前對我哋嘅號召，全港罷工、罷課、罷市。不過喺呢幾日，本港一啲抗議北京軍隊鎮壓嘅活動喺市面就引起混亂，好似有人號召市民攞返存喺中資銀行嘅錢嚟向北京政府抗議，就一度引起中資銀行出現排長龍提款嘅情況。而罷市嘅號召雖然得到一啲商號嘅支持，但係同時亦都引起市民嘅恐慌心理。你哋聽日罷唔罷市㗎？聽日罷市啊！聽日罷乜唔罷？琴日咧一話罷市咧，哇個係咁搶，人都搶，有得搶。啲人買成點啊？我見到人啊，個都拎5、6包。都唔緊要。係啊，罐頭都話10幾罐咁死未？其實佢搶得咁緊要啊！咁啲米價錢點啊？我聽見啲人話貴咗幾蚊1包米啦。即係經常都係幾多？即係買都一人攞幾包米咁啊！即係我哋諗住咧，即係唔好咁樣搶法咧，你咪即係自己亂自己係咪先？同時，最近有一啲市民深夜喺鬧市一面揸車慢駛遊行，一面響安嚟抗議北京當權者。不過就騷擾到附近嘅居民。到咗今朝凌晨，更加發展成為一啲滋事分子喺旺角慢駛遊行嗰陣搗亂生事，引起騷亂。警方要出動催淚彈鎮壓。混亂嘅情況持續4個幾鐘頭。一位喺旺角賣報紙嘅阿嬸就話：佢今朝開檔嗰陣騷亂都未完。咁你嗰陣時情形點啊？唔係好亂咯，嗰啲防暴隊喺晒度咯，嗰啲人啊喺呢度咯。你睇見咁嘅情況啊，你自己個心裏邊覺得點啊？好驚啊！驚到唔敢埋嚟開檔，匿咗去橫街嗰度啦。咁都要搞到幾點先開到檔啊？成7點鐘啦，7點鐘嗰陣時，個通道都係玻璃咯。掃咗一陣就開檔咯，掃乾淨晒佢。啲樽好多好多啊！而經過今朝凌晨嘅騷亂之後，一啲街市小販原本諗住停止營業去遊行，亦都決定取消行動，勸啲同業盡快恢復營業嘅。咁我哋諗住今日咧想話9點鐘就開始去遊行，就去新華社悼念嘅。點不知今朝咧就突然間睇到個無線嘅新聞咧，即係琴晚我就即係12點零鐘瞓咗覺，我唔知，我就發覺咁嘅情形，即係打電話俾我哋理事長七郎先生，就佢話即刻即係俾電台通知我哋，即刻取消呢個行動。即係罷市就唔好罷啦，工都即係如果免得過都唔好罷啦。如果罷工免咗就好啲咧，即係好立亂咁樣。食貴嘢啦。啊，最好樣樣咧就最好照常啦，嚇。咁無疑咧，香港而家出現嘅一啲問題係令人感到憂慮嘅。咁就呢種種問題，我哋今晚係請到全港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發言人之一李永達先生、中華總商會副會長黃敏剛先生、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講師程介明先生，同埋理工商管系講師劉佩瓊小姐嘅。咁係劉小姐，今次香港人支持北京學生，由開始大家一腔熱誠去遊行，至到今朝凌晨發生咗一啲騷亂啊！
咁社會上嘅情況係咪已經開始有啲令人擔心咧？你覺得？我覺得係幾令人擔心嘅。主要咧就係我哋對於自己應該喺香港做啲乜嘢咧，就似乎唔係幾小心啦。即係我哋知道喺嗰個中國發生咗各種嘅問題嘅之後咧，我哋香港人嘅反應咧係即係充分地去支援呢個學生運動，咁而出現即係去表態咧、示威啦、去遊行啦，咁亦都係好可以理解，亦都係好感人嘅。咁當時我哋嘅目標咧就希望通過我哋嘅行動去俾北京知道我哋嘅心願係點，我哋點睇，希望佢能夠接納我哋嘅意見同埋廣大中國人民嘅意見，就避免慘劇嘅發生。咁嗰個意義係好啱，係好嘅做得。但係到個慘劇發生咗啦，咁當然我哋都值得係要表示下我哋嘅悲哀。但係跟住嘅咧，就中國其實係走入一個最曲折、最危險嘅一個關鍵嘅時候。咁而咧，我哋香港嘅形勢咧，亦都其實係應該要比較微妙，同埋咧就係要提高警惕嘅時候。咁我哋要諗嘅咧就話，大家都知道全港嘅人，我哋都支援中國嘅人民同學生㗎啦。我哋亦都睇到中國咧而家係一個水深火熱、一個好危急嘅時候啦。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實際上我哋好多朋友都係互相打電話就話，我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咁肯定咧喺呢個時候咧，除咗表現我哋嘅憤怒同埋我哋嘅悲哀之外咧，我哋真係要做一啲好積極嘅嘢，對國內有影響同埋有用嘅。咁當然啦，即係喺而家喺咁呢個時期裏邊，我哋都做咗好多嘢。例如最有用就係譬如好似我哋嘅新聞界，能夠將嗰個真相有效率同埋好完整地擺喺我哋嘅面前，讓全世界同埋全港嘅人民、全港嘅市民都知道，甚至將消息送翻去國內，令到國內嘅人民知道。咁呢啲就係積極嘅做法啦。咁但係而家香港有啲咩情況值得你擔心咧？其實咁而家嘅問題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先至可以發揮我哋對國內嘅支援呢？咁如果我哋要對國內有影響力嘅話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穩住香港，嚟反映我哋作為一個自由嘅民主嘅社會嘅優勢，然後咧就去作一個有力嘅支援。假如我哋將香港嘅情況搞亂咗，咁嘅時候咧，佢就變咗俾國內一個藉口。嗱，你睇下你一個所謂自由嘅社會、民主嘅社會，係一個咁冇紀律嘅、冇法治嘅，係一個咧混亂嘅，咁就反而咧會引致到咧個藉口咧可能對我哋咧不利。係啊，黃生，咁譬如作為工商界，你即係最擔心香港出現啲咩情況而家咁？就呢個治安啦，我哋尋晚大家都睇到，呢個好有秩序嘅，同埋好有大家自發性嘅呢個咁嘅遊行運動咧，尋晚搞到有啲暴動出嚟添。咁我哋最唔想嘅就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出現㗎啦。亦都最擔心呢啲情況咧會繼續發生。咁所以我哋喺工商界呢一方面咧，就希望咧大家市民咧，除咗將我哋對北京發生嘅事，將我哋嘅感受發泄之外咧，大家咧仲要清醒一下，就檢討一下咧，我哋現在咧應該要做啲乜嘢？係李生，其實即係你哋支聯會當初就號召市民係罷工、罷課、罷市啊。咁當初諗住嘅目的係點？你有冇考慮過個效果咧？我哋初期諗呢個活動咧，基本上係一個死難同胞嘅追悼日，喺星期三。咁我哋要睇翻個情況，就喺當天安門血腥鎮壓之後咧，我相信整個中國同埋香港嘅同胞咧係好憤慨嘅。咁我哋收到好多意見，包括係市民、工人，好多團體嘅意見，我覺得要將有一啲嘅表示。咁我哋喺以往嘅3次嘅工作裏面都係一個示威同埋遊行，咁所以我哋就提出一個有自願性質、局部同埋係唔強制性嘅罷課、罷工、罷市嘅行動。咁點解我哋咁提？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好重視就係香港作為支援中國民主運動嘅基地咧，係一定要堅守嘅。咁其中一個最重要就係香港經濟係唔可以有所影響。呢個我哋一度都強調。咁所以點解我哋喺做呢個行動嘅時候咧，係將好多嘅條件，就包括我淨係講係要克制、理智、冷靜，
唔強制，係自願局部，同埋如果就算唔參與嘅話咧，只係需要一啲象徵性嘅，同埋前一件黑嘅即係嘅布喺手或者掛塊布咧，演作為哀悼。咁我哋整個情況點解咁做？我哋覺得喺整個民眾運動裏邊咧，如果冇一種叫做組織性嘅方法去疏導民眾嘅不滿嘅話咧，佢就有我哋所認為嘅所謂野貓式嘅嘢。嗱，琴晚嘅旺角嘅騷動咧，就完全唔係我哋會搞，亦都唔係有組織搞。我相信呢啲係所謂野貓式嘅行動。呢啲行動本身咧係唔可以透過你話叫佢唔做就唔做。但係譬如你哋一號召出嚟啦，就即係市民以當時嘅情緒嚟講係差唔多話一呼百應嘅咁。咁你哋即係有冇考慮過會造成混亂咧？咁同埋即係譬如而家咁突然間又話即係冚唪唥取消晒咁，會唔會令市民無所適從？我哋今日取消係取消所有嘅集會遊行，罷工罷市同埋罷課呢個行動咧係繼續嘅。咁我哋睇翻今日嘅情況係喺我哋所能夠工作同影響下咧係冇事嘅。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當入咗黑之後，一啲冇組織性嘅人士咧，佢透過或者打着我個民主運動旗幟咧，係進行一啲非法同埋唔容許嘅行動。呢一點咧，我哋係好嚴加譴責，我哋係非常之反對嘅。同埋我哋覺得就係喺呢個時候最重要，我哋仍然覺得係香港嘅經濟同秩序係最重要。咁但係我哋強調一點就係，如果冇組織性嘅群眾嘅參與嘅話咧，野貓式群眾運動咧係比組織性係更加傷害更加大嘅。程生，咁你覺得即係罷工、罷市、罷課呢幾樣嘢，即係對整件事有啲咩作用咧？嗱，我就覺得而家的確係事件去到一個新嘅階段。最初我哋全香港咁多市民上街遊行咧，我覺得係完全一種自發嘅。咁喺呢方面亦都好需要咧有一個全面嘅統籌，有一個劃一嘅行動。但係而家再發展落去咧，我就覺得我哋統籌就唔等於劃一嘅行動。咁譬如今次如果罷課嚟講咧，就譬如星期日提出嚟啦。咁當時喺學校裏邊都引起唔少嘅混亂，因為乜嘢叫做罷課咧？又遊行應唔應該去咧？因為一般國際嘅慣例咧，中學生遊行咧係一般係唔準嘅。咁呢啲咁嘅問題咧，我就覺得當出現好多種嘅爭論嘅時候咧，有爭議性嘅時候咧，就唔可能要求全體市民都去做。咁所以喺呢種情況，我覺得下一步咧，我哋應該用最經濟、最有效嘅辦法咧，令到我哋嘅力量能夠使到最有效、最大嘅力量。咁喺呢方面，我覺得咧就要一方面有統籌，但亦都要尊重每一個單位每一個地方佢啲自發性嘅咁嘅活動，因為嗰度嘅智慧係好大好大嘅。譬如學校嚟講，如果今日唔係話停課咧，好多學校係自己就做咗好多好豐富、好深刻嘅教育活動。呢個唔一定係比上街遊行咧係冇效。即係可能留翻喺學校即係上堂，或者可能仲可以。呢個我覺得每一個學校佢自己會決定。我哋嘅意見其實係相同嘅。喺我哋提出呢個工作嘅時候，我哋係個彈性好高嘅，可以咁講。就算嗰啲工友唔罷工，嗰啲商店唔罷市，或者學生唔罷課，而佢用一啲形式去悼念咧，我哋係覺得係一樣嘅。嗱，我哋喺學校裏邊咧，我哋已經係同好多學校聯絡咗，同埋透過一啲工會聯絡啲教師話，早上係做民族同埋公民教育，下午咧至於參加或者唔參加遊行集會咧，係由佢哋個別決定嘅。你可以睇我哋整個呼籲裏邊咧，係完全由嗰個參與者。去根據佢嘅工作或者上課嘅環境去決定佢做乜嘢。咁所以我哋喺整個工作嘅安排裏邊咧，已經係完全照顧呢一點。咁我哋強調就係點解要進行呢個工作，就係我哋估計到，如果我哋唔會有雙適應嘅行動嘅話咧，就會有大量嘅野貓式嘅我哋控制唔到嘅行動。我哋認為琴晚嘅行動就係我哋所講嘅行動，就係如果我哋冇一個即係統籌同埋一個比較劃一嘅時間做嘅話咧，講嘅危害係比我預期中更大嘅。好啦，我哋先休息一陣，咁喺下一節咧，我哋會繼續有關嘅討論嘅，支持北京學運嘅問題嘅。咁程生，你覺唔覺得今次其實對香港人嚟講咧，可以話係一次即係公民教育？咁其實作為公民教育有咩得失咧？今次暫時我係睇唔到有咩特別嘅失，我覺得係基本上係應該係得嘅，因為好多嘅平時好唔容易進行嘅教育。平時好唔容易諗得清楚個概念咧，而家好似都一切都好清楚咁樣。譬如講個愛國，以前好似係國粹派、左派嘅專有名詞，咁但係過嚟全香港咧都覺得應該係愛國係一種好正義嘅行為。譬如講民主咁，
亦都係咁樣樣。而家全香港似乎都冇乜邊個咧唔接受一個咁樣嘅一個概念，即係覺得香港喺呢方面咧係有佢嘅責任。但係而家跟住落去咧，就係的確係一個運動嗰陣時咧，嗰個衝擊好大。但係跟住落去，特別喺我哋教育界對住年青嘅學生咧，跟住落去係對佢哋進行啲咩嘅教育咧？我哋想佢知道啲乜嘢嘢咧？咁對於下一步香港嘅前途嚟講，我哋嘅下一代要係點樣嘅人咧？呢啲問題係我哋老師從來未諗過嘅，但係而家咧被逼要諗啦。因為老師本身其實都未受過呢啲咁樣嘅教育。咁其實教育界以後應該走條點樣嘅路都唔係好清楚。我諗而家都係摸索緊，但係今次可以話係即係衝出咗個缺口咧，大家被逼要考慮呢個問題。即係我諗現在好多家長都會知道佢嘅子女喺呢幾日咧都喺學校裏邊咧都受到佢哋教師嘅好真摯嘅感情，係好多係痛哭流涕嘅咁樣嘅表達自己嘅感情。但係跟住落去咧，我諗我哋老師自己都會，我相信我哋嘅老師咧好快就會摸索到一條路咧，下一步應該點樣行。而且喺呢度嚟講，我覺得對我哋嘅老師有一個好大嘅好處咧，就係呢次忽然間發覺咧，我哋教育界嗰個使命咧係比以前大咗好多。以前淨係教書，我哋唔知道實際上嘅使命喺邊度。但係呢個現在呢個使命咧係同全香港嘅前途、全國嘅前途咧係掛咗上鈎。我覺得呢個好重要。係啊，黃生，工商界好似比較沉寂啲咁喺今次事件裏面，係咪咧？實際上咧就唔係話工商界係沉寂咗嘅，實際上情況就係咧，因為國內發展個情勢咧就比較快一啲，咁好多香港嘅工商界咧喺國內咧都有生意。咁首先咧，佢哋對於佢哋點樣處理國內嘅商務啊、人員嘅情況點啊，咁佢哋可能就集中精神喺呢方面搞。咁啊，跟住落嚟咧，我相信喺工商界嗰方面咧可以發揮嘅作用都好多嘅。最低限度咧就係咧，對於現在國內嗰個新聞封鎖咧。可以透過工商界喺國內各個地方將嗰啲電傳咧，將香港嘅消息傳到國內各地。咁呢個最低限度可以做得到嘅。過往咧喺呢個中國嘅近代史嗰度咧，香港一路都發揮住好積極嘅作用。咁工商界咧喺呢方面咧，除咗喺呢個突破新聞封鎖之外咧，仲有呢個經濟支援一啲呢啲咁嘅活動咧，都係有好大嘅作用喺度。其實今次事件對香港嘅經濟可能都會有啲衝擊嘅。譬如劉小姐，你覺得香港嘅經濟可以受到幾大嘅衝擊咧？而家我覺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金融中心，同埋咧就作為一個製造業嘅中心，同埋同國內嘅關係又咁密切嘅時候咧，呢件事件對香港嘅影響咧，肯定係會好大，而且會好深遠嘅。咁但係喺呢個咁嘅情況之下，我哋點樣可以應付呢啲咁樣嘅即係一啲突發性嘅危機性嘅問題咧？咁我哋就要非常之小心，注意我哋自己嘅地位啦。咁譬如作為一個金融中心，我哋就應該咧要注意，我哋要保護我哋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嘅嗰個信譽啦，我哋嗰個嘅健康嘅運作啦咁。所以咧，即係假如我哋譬如話有人叫話去擠提咁樣，呢啲咁樣嘅做法咧，就對整個事件一啲好處都冇，而係咧就結果就傷咗我哋整個金融嘅體系同埋整個經濟體系嘅。因為咧，即係假如我哋自己本身任何有一間嘅銀行出現問題，就唔係淨係影響嗰間銀行，而係影響所有嘅銀行，亦都影響到其他嘅金融嘅市場，例如咧即係呢個股票啊，或者係外匯市場啊、利率啊等等都受影響嘅。咁再進一步咧，就甚至咧就即係又都影響到我哋工商界嘅嗰個融資嘅問題啦。因為我哋知道中國銀行事實上對香港嗰個工商界嗰個貸款都其實都好犀利嘅，佢哋好積極支持嘅。咁我哋咧亦都係需要一個咁嘅銀行喺處。咁所以咧，即係呢啲咁嘅嘢話俾我哋聽咧，即係話我哋作為一個金融中心，如果要繼續起我哋嘅作用，要繼續咧即係存在嘅話咧，我哋一定要咧保護佢先係得嘅，就唔可以傷咗自己。李生，你有啲意見係嘛？就我諗參與過上幾個星期行動嘅所有嘅市民都而家諗一個問題，就係繼續我哋可以做乜嘢咧？咁我諗對國家嗰個民主運動嘅支持或者感情上嘅表達咧，我哋覺得已經係好足夠嘅啦。而家每一個人都要諗一個問題，喺呢段時間有邊啲更加實在嘅嘢要做咧？
咁我哋支聯會有一樣嘢覺得係好重要嘅，首先我哋要整個香港嘅社會秩序同經濟係可以如常即係運作落去。咁呢個係需要每一個市民喺呢個動盪同埋傷心嘅時間咧，係克制理智同埋冷靜嘅，將呢啲係化為一種即係去建設香港嘅力量。我哋覺得有好多嘢係可以考慮做，當然話，正如黃先生就講過，透過每個市民嘅工作去突破而家中國嘅新聞封鎖。我哋知道咧，透過香港呢個努力咧，係好多中國嘅大城市同埋鄉村地方嘅人咧都知道中國而家發生問題，亦都係呢一點咧，令到好多嘅我哋估係令到好多嘅省嘅黨政軍領導人咧，或者係其他嘅人咧，係對中央而家做法咧係有一啲嘅不滿嘅。嗱，呢個係我哋做一個好積極嘅做。咁另一點就係香港作為呢個支持中國嘅民主運動嘅基地咧，點發展落去咧，係每一個都要心思。我哋尤其覺得喺激動嘅之後咧，點去繼續擴闊同埋深化整個民族同埋公民教育係好重要，令到每一個人都係一個好理智同埋好深嘅層面裏邊係認識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呢啲嘢點樣對社會咁重要？唔係咧，我哋喺街講咗兩個口號就知道咧呢4個所謂社會文明嘅支柱咧個重要性，而係需要好長時間嘅努力。咁我覺得呢個係每一個市民都要深思。程生係，即係香港而家情況繼續發展落去，我哋唔知道點樣樣。除咗係最壞嘅，譬如話咧就即係香港都完全唔可以維持現狀咁咧。我相信中國大陸同香港要切斷嗰個聯繫嘅個可能性係好低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我覺得香港能夠保持現在咁嘅香港，發揚而家香港嘅優點咧係極端重要，係對全個中國係極端重要嘅。而家雖然香港唔能夠話一個好民主嘅社會，但係呢次運動裏邊睇到香港所散發出嚟嗰種民主嘅信息咧係好重要，而且係好有威力嘅。咁我覺得呢一點能夠保持係好重要。係講翻即係爭取民主咁啦。今次香港人爭取民主嘅呼聲就好強烈啦。咁對於以後香港政制發展都有影響嘅。咁係黃生，即係工商界以往都比較保守啦。咁你哋而家嘅立場係點？我相信咧，今次呢個北京嘅學運發展到今日咧，喺香港嚟講咧，我哋嘅經濟發展係倒退咗，但係咧香港嗰個政治公民意識咧就係進步咗。咁呢一樣嘢咧，我相信咧工商界大家都好接受。我覺得咧，我哋以後落嚟嘅咧，工商界咧同埋各界咧，大家應該更加團結。就尤其是咧，大家依家講咧個基本法咧，我哋以後仲要更加咧關注裏邊嘅內容，做一份咧我哋香港人認為可以接受嘅基本法，積極啲咧去研究呢一方面，為我哋將來嘅打算。劉小姐有啲意見。我想講下咧，就係關於嗰個民主同埋法治嗰個觀念咧，其實就唔係一定要搞基本法嗰陣時先至用得到。其實我哋日常都應該要做到嘅。我即係唔客氣地即係舉個例啦嚇，就係嗰啲汽車慢駛啊，即係包括試過好多次嘅，有啲又的士啦、小巴啦、嗰啲貨櫃車啦、貨車啦等等。當然呢次事件係多咗，就事實上佢哋開始已經84年嗰陣時就已經開始有呢啲事件。我覺得咧，佢哋呢個做法咧，即係用個慢駛嘅方式阻礙交通嘅方式嚟表達佢意見，喺一個自由民主嘅社會咧係唔啱嘅。因為所謂自由民主咧就嘅特點啊，即係北京學生所追求嗰種咧，就係我哋通過法治嘅形式達到我哋嘅要求。點解北京學生要喺呢個天安門唔守呢個即係嗰個政府嘅命令呢？係因為政府冇俾佢渠道。但係我哋香港有法律嘅時候係俾咗渠道，咁每人只係一人一票嘅應該係。咁我哋有意見嘅話呢，我哋通過法律嘅形式，通過批准嘅示威嘅形式，大家去表達意見。但係就唔可以咧，我揸架車去妨礙第二個人，妨礙人哋嘅自由嚟表達意見。即係你嘅票係多過我嘅票，咁咧就唔係真民主。我覺得呢樣嘢咧，即係我認為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希望即係嗰啲摩托工會啦，同埋各個有關嘅汽車工會咧，即係喺呢方面可唔可以自己反省一下？我都樂意，假如需要話，我哋可以大家一齊討論下呢個問題，到底係咪啱嘅？其實即係香港人目前嗰個民主法治意識可能都未係好夠，係咪程生？
我就覺得咁，照呢一次譬如話慢駛啊呢類咧，我就覺得都好容易理解嘅。即係當然啦，譬如話大遊行咁百幾萬人遊行咧，令到好多嘅鋪頭冇乜生意做，好多嘅車輛都冇法子開動。咁呢個係喺一個非常時期咧，我覺得係完全係可以理解，而且係應該同情嘅。不過咧，我哋香港人要表現出咧，我哋係能放能收，而且咧以後咧係經過幾次自發嘅之後咧，我哋能夠即係正話講咧，用最經濟嘅辦法嚟表達我哋嘅意見。咁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嘅應該表現出我哋嘅優點，即係效率好緊要。李生，你都有啲意見啊？我回應阿黃生講嗰點，我有啲同意就係而家好多市民都有一個問題諗緊就係中國而家嘅當權者可能唔會落台，係咪呢個運動失敗咧？咁我哋作為即係參與民主運動嘅人，就唔應該從一個人嘅上落台呢度去睇。我哋喺呢次運動裏睇到就係中國嘅人民係真係自己企起嚟講出自己意見，爭取民主。喺香港裏邊，我哋見到好多人都係咁樣做。咁所以我雖然喺短暫嘅時間裏邊咧，睇到嗰個光明嘅情況唔係咁明顯，但係我諗長遠嚟講，呢一班嘅中國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堅持嘅人，同埋香港啲人咧，係對整個中國同埋香港民主發展係好積極作用嘅。我覺得而家就係要諗一個方法，喺而家香港呢個基礎裏邊咧，點令到呢啲人個民主嘅要求係得以係相適應地配合，因為以前我哋覺得香港啲人唔可以有比較多嘅民主參與，因為佢哋覺得呢人個民主意識唔高。而家似乎咧呢個問題係要重新思考。黃生，你最後講少少。係，我覺得呢個工商界嗰方面咧，我哋喺香港咧就除咗我哋更加注意應該香港有個發展之外咧，對於香港更加國際化呢樣嘢好緊要。除咗喺經濟嗰方面咧，以後咧我哋香港嘅前途發展咧，亦都可能需要呢個國際上嘅輿論支持嘅。咁所以呢度咧，我特別呼籲工商界啦，就大家喺呢方面嘅意識提高一啲。好，唔該晒幾位。咁今次北京當局鎮壓群眾嘅行動咧，無疑係引起香港人廣泛嘅抗議嘅。不過與此同時咧，香港首先係要有一個穩定嘅社會。咁相信呢一點咧，係每一個香港人都同意嘅。好啦，我哋時間夠啦，再見。